对咱的关心，警察的无奈，唔知咧乡亲敢还会记住2013年网家一个关键叫张景义，伊为了阻止嫌犯冲弄无辜的人，伊就咧随开枪开2枪，造成嫌犯着枪无命，和家属告官司拍6档，到今年5月份才宣判无罪。为了避免记者的员警拄着危险的时执法，所爱行法院。警政署长陈家钦宣布要成立警察专属的律师团，甲设立这个法律咨询的专线，要来听员警。警员大声喊落车，嫌犯煞把骨加速逃走，也佫去弄着警员。第一线警员伫追捕嫌犯，经常面对着冲撞，拒绝逮捕。即马警政署成立警察专属律师团，来处理容易拄着法律问题。带回我们本大队盘查3个小时，他就告我们妨碍自由强制罪。被告妨碍自由，官司拍1档外，我再有律师团的协助，才会当专心理退。警政署长陈家钦甲14位律师所组成的警察专属律师团，共同签下法律咨询服务协定，来处理警员执勤的时所拄着法律问题。一旦官司定性，都有大笔的诉讼费用，经常让人感觉真忝。我们这一次是主动为我们同仁先把这个诉讼的基金先垫付给我们同仁。6档前，这架警方飞车追捕嫌犯开入去西门町闹区，网架分救警员张景义不得已开2枪，去拍到驾驶的腹肚，送医死亡。家属控告警员业务过失致死，官司提上6档，好甲再判无罪。未来有律师团协助，就是要让警员执勤执法的时阵无后顾之忧。